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解文说义，好朋友，国情不时都咧讲。讲目前咱伫咧怀念李白、怀念苏东坡、怀念杜甫这的诗人。500年后、1000年后，台湾话哪个原在无消失去？未来人会怀念啥？会怀念台湾歌谣的作词家。你想讲叶准麟捌作词，由洪一峰作曲主唱一条男儿爱歌，伊内底歌词真正文学的气味都真重。国情今日招你同齐来体会一下，这个描写讲行船出外。行船船员迄种流浪的心声，来，咱来看头一拍的歌词，讲船的声音交响着酒场小吹声，港岛又是船入港，恢复欢乐影，酒是毋倒来嘛，无醉我毋惊，你我干杯惊什么？何必着来惊？你甲我不过是同款的运命。见面大声讲船的声音。交响着酒场小吹声，船雷，咱知影讲，若车是车雷，船是船雷，就是汽笛声，就是喇叭伫咧啼叫的声。船雷啼叫，交响酒场内底喷小吹的声。原来今日是啥？今日是港岛船入港，我行船的人离来到这，港岛的酒场，希望过一个浪漫的暗暝。结果，咱来看到来伴酒的酒女，我甲伊表示讲。你若毋活来甲我，互相坐较活咧。你甲我不过是同款的运命。什么款的运命？我想正叶准麟所写，就是流浪的运命啦。再来第二拍的歌词，咱来听内底的歌词写讲：义大哀调提醒我，满腹的愤悔。旧情何必再想起？已经不重回。曲是毋走来嘛，随便无问题。你我合唱，唱什么？你唱我就对，你甲我趁今宵，尽量开心花。安怎样讲？义大哀调提醒我满腹的愤悔。原来歌词甲咱回答讲：旧情何必再想起？已经不重回。来到第三拍的歌词，伊内底有哪有一句讲做酒女面容哪亲像可爱冤仇人？啥做可爱冤仇人？是啦。就是当初放杀我迄个人，我已经甲伊当作冤仇人，偏偏的面容遮尔可爱，互我还是再三伫咧留恋，毋则讲做可爱冤仇人。讲倒来，即站第二拍的歌词，中站讲曲是毋走来嘛，随便无问题。唱啥物曲拢好，你甲我两个人就爱趁今宵，将心情放互轻松，尽量开心花。是啦，男儿爱歌所咧写，就是港岛边的酒场，迄款一夜相逢的浪漫，也是一夜相逢哀怨甲无奈的所在。过去洪一峰唱这条歌，唱了是真流行，到即马不时，还佫有真侪人伫咧翻唱，伫咧流传。